台南有45名高学学生，因为甲当年赢的较真正有接触，所以集中隔离。为了让这群学生袂当到学校，卖当安心学习，并且甲同班同学互动，市府教育局马上启动停课无停学，并锁定东部4城教学。其中委贴为了替这群学生甲家属加油打气，特别到学校关心。也希望说赶快。这个期满之后呢，能够赶快回来跟同学见面，同学都很想念你吧？有没有？谁说没有的？都有了。下课有没有跟他打招呼？有了。有了。那谁陪着他？现在你跟谁？家人陪着你吗？哦 ，OK， 好，都还好哈。今天很好，谢谢。对，我想说，因为这个我们是超前部署了。那目前为止也跟您报告，我们所有的40几位匡列的同学也都是还好，筛检起来都是阴性的。那目前为止他们这个隔离的情形也都是跟云慧一样，都很健康，很照顾我们的心情啊，以及我们的处境，但是我们是觉得很温暖。那我会觉得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，我也感受到了，我们身在台南非常的幸福。谢谢。因为有人关心我们、照顾我们，让我们觉得不孤单。透过教室所架设的直播设备，集中隔离学生都来当甲同班同学同步上课。教育局嘛持续关心陪伴，了解隔离期间的生活状况甲需求，嘛让家长拢感觉相当欣慰。感谢市府甲学校用心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。